智慧庭審產品、法庭版軟件操作演示。雙擊應用進入客戶端，客戶端啟動後，系統會自動檢測網絡狀態、音頻拾音、視頻設備、主機服務等情況，確保硬件設備及軟件正常運行。檢測完成後即可進行登錄，支援多種登錄方式。登錄成功後，即可查看當前用戶名下已排期的案件。選擇案件，點擊進入庭審按鈕，即可進入庭審測試頁面。在此階段，可對攝像頭及麥克風設備進行檢測。點擊開始庭審，即正式開庭，進行錄音錄像。庭前紀律支援配置多套，支援根據案件需要播報相關的庭前紀律。本次庭審全程同步錄音、錄像，請訴訟參與人注意以下事項。在本地席位麥克風處，可將各個席位設置為焦點主屏。公視屏及參與人顯示器可分別控制需要展示的畫面。點擊桌面共享，可將書記員當前的桌面畫面共享給各方參與人。點擊發起實物展台，可喚起實物展台進行證據視證。點擊發起遠程提訊，可直接選擇或搜索提訊室進行呼叫，對方接聽後，雙方即可互相收聽及查看。這裡是餘杭看守所。點擊呼叫證人室，可直接選擇或搜索證人室進行呼叫，對方接聽後，雙方即可互相收聽。同時，系統會對證人的視頻畫面開啟馬賽克保護，會對證人的發聲開啟變聲保護。打開語音激勵開關，可實現將發言人的視頻畫面放在焦點主屏。打開遠端禁言開關，遠程參與人將全員禁言。在語音識別模塊，各方的發言內容會在此模塊進行記錄。在個性化熱詞模塊，會提供案件基礎信息的熱詞，如案號、當事人名稱等。可使用快捷鍵將熱詞插入筆錄內，亦可新增熱詞。在電子材料模塊，會將當前案件庭前及庭中提交的材料進行展示，可對證據材料發起共享給各方參與人同時查看。各方參與人可對證據材料進行圈畫、書寫等操作自證。支援與電子卷宗系統對接，實現對接後，內網電子卷宗同樣也會在電子材料模塊進行展示。在訴訟參與人模塊，可以查看當前案件的所有參與人，可對參與人發起實人認證。如有臨時審庭人員，也可以在庭中臨時添加參與人。庭審過程中筆錄記錄支援插入轉寫。點擊插入轉寫按鈕，可將語音轉換為文字記錄至筆錄編輯器中。筆錄編輯完畢後，即可對參與人發起簽名。發起簽名前，可對簽名位置、是否添加簽名日期進行設置。確定後，點擊確認發起，各方參與人就會收到簽名提示。在簽名詳情處，可查看各方參與人的簽名情況。點擊筆錄預覽，可對筆錄的簽名位置做預覽。審理結束後，點擊閉庭按鈕結束庭審。